持续追求台湾独立甲台湾正常国家化的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今年因这成立的50周年，除了伫台北有举办纪念展览以外，也因为台南过去住伫民权路有真侪人拢有投入台湾独立的运动，所以民权路过去也被叫做台独街。对此，12号下午特别邀请出身民权路的民主前辈来到公会堂分享因过去的故事。足新奇一条路哦，无这较风气好咧，足侪投入台湾独立运动，所以大家拢叫做台独街啦。哦，为顶面王源人，我上帝庙倒来，我住伫上帝庙边啊。我的斜对面就是王玉德，王玉林，王玉林面太就是28，加做新竹检察官，带叫名咧签出。婚姻太太上早来阮厝咧拍球，所以我来做小。那王玉德是我台南一中的老师，我虽然讲无家境，但是我坦白讲，我去留学时，坦白讲我成绩也足好，我在人生规划想讲要做学者。但看到王玉德迄个台湾苦闷的历史，较全然了解台湾历史，感觉讲。我是台湾出生伫遐长大，爱替台湾迄种概念，沉默的大众讲出因的心声。无我人生的规划是啥呢？我我嘛成绩足好个，我迄阵第一届大学拢联合招生我从台南中我分配台7个名额讲保送，我嘛其中的一个，我化工嘛读到了。但今仔我甲你讲，我刚拢袂记了，去离开这边，拢袂记，规头壳拢要想台湾独立呢。所以我人生变化有够济。台独联盟表示，虽然现在因还未完成台湾独立甲正常国家化的目标，但是因犹原会持续来努力，希望有一天会使因这属于台湾人的国家。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